谢熊。专家有地位的公安出来，得有5个人。是的，来到本节目挑战我的题目，过我关饼奖金上侪3万5，请告你查两去哦。今来介绍咱2位的来宾，是我跟你讲，阮小师妹来啊，嘿，阮佩竹来啊啦，今日出来团队是 Big 我上强，来介绍一下。其实这个 Big 呢，是咱12月1号要开始搬的电影，而且是由魏德胜对，有啦。这个电影的名叫《好做 Big》。真正有强，嘿，这是一个真正有讲一个足一个感动故事，感动的故事。囡仔破病内底有6组爸母伫病房内底，你敢知我感动？迄6个家庭变做一家伙啊呢，变一个大家庭啊！我看到恁5位，我就足感动。不过咱来先甲介绍，就是咱的角色。我唔知恁伫内面感动啥货。毕竟你伫内面演啥货？好，我伫内底嘛是演一个，会使讲吗？你的角色就好啊。系啊，有囡仔就有爸爸妈妈嘛。演一个妈妈。我就是嘿，我就是妈妈。要演妈妈的吼，年龄哦，真正有影有较轻的。我来讲，这位吼，咱的是少年妈妈，是少年妈妈。是。跳落去嘛是少年妈妈，爱甲介绍落去，咱的队友来。演啥？我嘛是演一个妈妈，个演伊就是无演的情某，离阮真翁啦。是安尼是好的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你说的袂歹，我咧拍戏的当中，我嘛是讲离了好。系啊，真正。好，来，佮介绍落去。是迄个游览车司机嘛，做坐练啊，我2练尔，我上知天文下知团圆，啊，我坐轮椅的，最光头，陪囡仔抗癌。大病人照顾小病人。为着要顾囡仔，结果你嘛互伊感动着，对无？咱4个人的囡仔拢破病，啊，拢住共一个病房，啊，就是爱教互伊来照顾。啊，你副署长我囡仔伫遮。我伫内底吼演护理长。好理阿长，大家好朋友。是，啊，毋过即马重点就是要当时要报咧，来。好，我甲恁讲，12月1号，12月7日，12月7日哦，嘿，我甲你讲，嘿，拄好要过这个圣诞节啦，是，嘿，阮这内底甲圣诞节有淡薄仔关系，为大家做过圣诞安尼。无唔对，好，感恩哈，欢迎你来哦。好，即马换咱另外一边，我有另外一边吗？有哦，我想讲这边讲遮久应该差不多。不啦，加卡对，是。电话也共乱的啦。电话共，这边是爱的故事啦，啊，阮这边是幸福的一家伙啊啦，幸福的蔡家人，蔡一丁，对，我嘛是有爱的，爱的故事，嘿，因为爸爸拢来啊，爸爸第一摆甲我上节目，是，家己自我介绍一下，来，大家好，我叫做蔡涵行，我是厝内底的大姊，啊，我的台语鼻音较好1点嘛，赞，好，大姊的边仔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妹，我是蔡文彤。袂歹，运动。啊，即马敢有咧读书，还是即马毕业，我读迄个4星大学。要介绍是3位千金的爸爸哦，来后面的爸爸。我3个千金台语讲无真好，这是我爱检讨。你爱检讨？了解，爸爸，咱自我介绍过去了哦，吼，咱再来检讨。大家好，啊，我的名台语叫做蔡礼安。啊，因为长期拢有咧外国，啊，拢较无咧台湾，所以吼无甲台湾甲因教好，啊，且较歹势。别，你莫安尼讲，今日咱来遮好好啊学习。对啊，嘿，连抓等因就甲你讲台语啊。哦，真多谢贵单位提供这个机会，互阮学习。不好意思，爸爸。好，来个啥嚟去？我是刘浩武。嘿，我是伊的翁是，安尼就好。讲着，别空啊！不过我希望你2
个啊，会当去住的时阵哦，翁仔某同齐讲一台语啦，吼，讲一台语安尼趣味吼。啊，你若万不留后一代的时阵，麻烦台语甲阮加减加者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好，记得啊，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啊。是，欢迎咱的罗公成罗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，台语真心实，接讲恁就有好成绩。好，一定要接讲的啦。爱加油！今仔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句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句。你一句我一句。手放在另个顶面。加油加油！听我讲，车手答，咱来当试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车出题。请问头一摆约会爱会记的安怎四个字，才会互对方有好印象。哦，头一摆约会，爱会记你安怎四个字哦，才会互对方有好的印象哦。好来，咱车手答。好来，抓家。头一摆约会爱会记的。炸少侪钱，才互对方好印象。炸足侪钱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健康。有影，赞。嘛唔通炸伤济。好来，换这边。头一摆约会爱会记你带信用卡，才会互对方好印象。是袂使用现金嘛？哦，炸信用卡。炸信用卡，好来，老师对唔对？来，头一摆约会爱会记得西装打扮，再互对方好印象。哦，西装打扮，老师对唔对？对啦，来，搁想。头一摆约会爱会记得装好水，才会互对方好印象。装好水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冇问题。来，这个搁想哦，来。好，头一摆约会爱记得洗嘴洗面，才互对方好印象。洗嘴洗面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嘛会使。洗面，上无洗嘴洗面出门嘛。嘿，即马西装打扮啊，嘿，拢无啊。哎，卖嘛，别人话你俩。头一摆约会爱会记你洗卡洗手，才会互对方好印象。洗卡洗手嘞。爱洗手吧，无洗卡会臭臭啊。了解，我问老师，洗卡洗手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无好。老师一定会甲你过好啊解释。好来，分首先。恭喜你的球呢！好来，得分的。洗嘴洗面哦，这两个有道理啦，是安怎？因为你惊讲嘴会臭，还是讲惊讲面啊无清气，人会感觉讲哎印象无好。但洗骹洗手一般来讲，人袂去注意这啦。啊，你约会，你干那去注意？咱一般讲洗骹洗手是要上眠床啊，要去困啊，才会去洗骹洗手。手怎啊出来乌噜噜了，然后一般来讲无影响啊。多数是袂安尼啦，啊，尤其洗骹。无人去注意。老师，啊，我若手卡洗手，敢会使？手卡洗手，你除非过去是乌道的。你是要去倒位？龙珠回头，头的啦。不是啦，你是去龙珠回头。而且跟人约会，你洗骹、洗手、洗身躯，你是想要跟人创啥？真正实力不来啊！哦。第二题。好，先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第二题来啊！手放在两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车手台咱来当试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车出题。请问，迄个人手汗什么，是毋是要去什么？哦，手汗哦，什么，是毋是要去什么？好，来，咱车手答。好，来，笔哥。迄个人手汗加子地啊，是毋是要去市场买菜？加子地啊。加子地，是要去买菜。哦，加子地买菜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无问题。
好，爸爸来。就是要迄个人手提，迄个水果茶啊，去就是要水果茶，哦，水果茶，哦，就是要去拜访朋友，啊，两个你赢，两个你，是毋是要去？看，要去拜拜。拜什么？拜。水果茶啊，要去拜拜会使啊。看水果茶拜拜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会当。来，水果爱食，来，这个就厉害，来，迄个人手提卫生纸，是不是要去放屎？哎呦，卫生纸放屎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嘛是。我做拢会晓，来。这个人手提番仔火，是不是要去放火？番仔放会，老师对唔对？有淡薄仔恐怖啦。来，你个人手机电影票是要去看，是要去戏园。戏吼，电影票，电影票，戏院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无问题。来，好，这个人手提行李箱，是不是要去机场？行李箱啊，机场哦，行李箱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安尼嘛会使。好来，你个人手提皮包啊，是不是要去银行？哦，皮包啊，银行啦，老师安对唔对？无问题。来，这个人手提一只狗，是不是要去散步？一只狗散步，老师安对唔对？手提一只狗贵宾，摸一只狗，安尼是错误的啦。好，因为咱的动词是摕啦吼，啊你若狗咱袂讲摕，因为是活的物件吼，咱若毋是摸。还是抱，啊无就是牵，啊伊这动词唔对啦，所以你这个动词斗迄个一只狗是斗袂起来。好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昨暗我安怎？今仔日透早刷安怎？我来讲一个我本身即摆情形。好来，来。昨暗我啉伤济，今仔日透早刷头壳疼。这爱讲应该呀。我昨晚无洗喙，今仔日透早喙臭臭。卫生爱注意啊！女神先变先，倒一边会当提走5000块的奖金嘞。好，昨暗我安怎三个哦，今日透早煞安怎？好，来咱请唱答。好，来大家。我昨暗无困好，所以透早头昏昏。哦，无困好，头安怎头昏昏。公公，无困好，头戆戆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啦。来。昨暗我食宵夜，今日透早刷拢水井。哦，食宵夜刷拢水井。哦，食宵夜刷拢水井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好，安尼嘛。食伤咸啦。对来，昨晚我去约会，啊透早，今仔日透早刷。无真心，去袂起来，无精神，去约会啦，无精神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好，安尼嘛会当。来，今日都想我来。我来讲一个我本身即摆情形。好，来，昨暗我啉伤济，今仔日透早刷头壳疼。头戆戆。哦，啉伤济，头壳疼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会当。哦，这爱讲应该呀。对啦。来。我昨晚无洗喙，今仔日透早喙臭臭。无洗喙臭臭，真好哦。来，老师啊，对唔对？安尼无问题。系啊，卫生爱注意啊。好来。昨暗我哭规暝，今仔日透早刷目睭肿。哦，哭规暝，目睭肿啦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会当。袂歹哦，来。昨晚我8
肚痛，所以透早我食袂落。哦，巴肚痛，透早食袂落。哦，来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嘛是会使。哦，来。专门我写功课，今日透早煞困过头。哦，写功课，哦，困过头啊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无问题。哦，来。哦，中红我看电视，今仔日透早刷目睭痛。哦，看电视会当看甲目睭痛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追剧啊，系啊，看太久，看太久，目睭痛是谁目睭吧？会啦。你若讲看电视看伤久哦，可能是目睭酸，还是讲目睭雾、目睭笑。啊，你讲目睭痛，可能是去感染到什么问题啦，有细菌啊啥，所以你迄两个中间的关系无遐尼明确。好，咱今晚先来看这分数，来看咱毕哥这边，毕哥得了2分咯。来咱蔡家咧，蔡家人毛球。5到一边，5000块送互咱的我上强。好，不要紧，唔通演技，咱阁有哦。啊，加油！好，来去咱的第2回合，抢答定高机。抢答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抢答定高机。台语蒙看卖。哎呦，要蒙啥物咧？就是要蒙内面的物件。啊，阮内面有动物啦，吼，动物嘛会当藏啦，吼。哇，嘛有生念的啦。涂骹会走的啊，壁会酸的啥拢有啦。哎呦，足恐怖的。啊，搁有迄个有喙的啦。哎呀，啊嘛有迄个会放物件出来，淡淡黏黏的啦。哎，搁有味哦，足恐怖。这项物件伊会叮当。是真意思就是讲哦，伊会讲，哎，恁较细啦咧，我惊伊呢无爽快，会无欢喜，甲恁迄个。是，但毋是我想爱先问者，敢会老血？你会惊啥？我啥物拢惊，啥物拢惊？是，啊有啥物会无惊的？你我唔惊，你唔惊？毕哥我嘛唔惊，是，所以你信任我哦。我信任你。吼，不过我来讲这物件会讲电的。哈，讲会电，讲10万块我好电呐，为着互大家看到毕哥我好电呐。分数提好，来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台语蒙看卖，请蒙。哦，来，看阮李伟哦，看阮李伟哦，了解明天。加油！向下看。你落啦，啥话？因为吼，我先蒙到一个，你会使继续蒙，安尼直直的，啊个迄落，嘿，啊头前有一个球，所以我感觉是。你紧。按摩枪。哦，你还没蒙到？是，你讲啥？按摩枪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，老师是不是按摩枪？伊可能知迄个物件啦，不过台语不是安尼讲啦哈。好，来，机会来啊！俩零枪。哦，确定吗？是不是俩零枪的？来问老师，老师俩零枪对唔对？安尼对。我就当着你选到啦，选到。了解，来有分首先。终于得了1分哦！赞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好，因为咱这个袂使直接叫做按摩啦吼，咱台语按摩都不是台语，咱爱讲台语吼，咱台语讲俩铃嘛，咱讲俩铃啦吼，你讲俩铃拢会当，啊你搁加一个唱落就好啊，讲俩铃唱，安尼就会当，啊但是你就是无去讲台语，所以你吃亏伫遮。俩铃。OK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了解，真精彩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今日活啦，无代志。好。第2位啊，吼，咱这边无遐尼啊弱啦，是毋是应该无遐尼啊弱？只是讲有当时啊，平常时咱看到啊，无定来去讲，唔知安怎讲。雄讲袂出来。啊，毋过我即摆第2项的物件吼，其实是无恐怖。是。吼，咱较讲正经的哦。无恐怖吗？无恐怖。嘿，毋是，伊佫有喙齿。喙有喙齿，上吊伊有我感觉这无恐怖。是一个人吗？平常时啊，咱拢会，咱拢有诶。制作人有喙齿要甲阮夹嘛？嘿，毋是，
这个扁担平常时啊拢会去用到的，哎，喙哦，有物件哦，水气的物有件。喙齿的物喙齿就这啊，够一个头啦。是，好来，准备好啊！咱目睭看头前，吼，台语望看麦，请望，请望，较大胆。哎呀，小孩子，蒙蒙枪，你看，加一杯的物件。哎，好来，你应该知啊。这香蕉糕，这应该是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迄个拉链哦，嘿，就是人迄个咧揪迄个上门水库迄个拉链。哦，台语安怎讲？所以台语Q 莲啊，Q 莲啊，哦 ，Q 莲啊，我问老师，好，来老师 Q 莲啊对不对？差一丝啦。啊，差一丝啊。哦，是音的问题吗？老师？唔是，是头一字的问题。榴莲哦，榴莲，哎，袂歹呢，榴莲袂歹哦。是榴莲，真正袂歹啊，榴莲，哎，袂歹，好，确定啊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榴莲对唔对？还是唔对。哦，来，机会我等下咱一边啊。公主，花莲，花莲，花莲，哎，好，确定。哎，老师花莲对唔对？还是雕唔对。哈，我钓唔钓？是拖咧，拖莲，哦，确定。是，袂歹哦。我问老师哦，好，来，老师拖莲对唔对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恭喜你了第2分咯！伊拄则讲拖吼，这个动词是唔对的，因为咱若要互伊物件开去哦，咱用一个话叫做拖。咱就讲门有啊，有一种门叫做拖门，吼，会当甲开开，迄个拖门。啊，咱这但是共款，敢若门伊会当开开吼，啊，迄叫做拖帘啊，就是滑动的，咱叫做拖啦。啊，你若叫是拉，啊那拖就是物件伫后壁，啊你人伫头前甲拖，啊所以意思拢袂通。啊，这拖就是咱讲的迄个，就讲会当骨叮当的吼，伊这嘛是共款，你甲安尼就开开啊，吼啊，所以叫做拖帘啊，就讲拖帘啊，啊你都差一丝啦哈。不要紧。咱这边爱加油哦，咱还袂开哦。吼，啊这边已经恭喜你2分啊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，已经第3位啊吼。诶，咱蔡家这边已经2分啊。是。吼，啊，即马佫派一个蔡爸爸来。嘿啊，爸爸都厉害耶。伊讲因查囝拢袂晓啊，顶2分你看。是啊，诶，不过我甲恁讲，毕哥咱敢会惊？无你惊的嘛，无唔对，无唔对，后刷落去佫有3分哦，是毋是爱把握一下？等下较温柔一下。较轻力的。是。哦，嘿，啊，伊其实帮助咱真侪咧。足侪啦。哎呀，这种好用的啦。帮助咱真侪哦。爸爸你较温柔咧哦。哈，来麻烦2位拢较温柔的啊。看头前哦。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。请。较温柔的哦，紧嘞哦，再用紧嘞试。哎呦，放落叶手，紧嘞，爸爸，紧摸。给，好来。电雷啊，诶，那个爸爸你在继续讲，你在讲，你在继续。超雷啊！哦，超雷啊，吗？超雷啊，电雷啊，超雷，超好啊，先超。哦，先超吼。超雷啊！好来，老师超雷啊，对唔对？好安尼的。好来，5分钟。恭喜你了1分哦，开始啊！爸爸真正有影袂当吸到查某囡仔，哎呀，安尼分数的。你看恁查某，你家己认无？你看，三个拢咧家看，你看。我刚才有手法，我冲入去先甲爸爸手揪来。哎呦，无唔对，好来。你看爸爸甲即马甲惊魂未定，明仔青春事。这会使讲雷啊，嘛会使讲龟雷啊，嘛会使讲超雷啊，拢有人讲啊。所以讲这超雷啊是当，伊拄则讲跌雷啊，可能都袂当接受。是，哎，因为较无人讲跌雷啊，一般是讲超雷啊、龟雷啊，还是讲干那讲雷啊就会使。啊，当然用腔口炒话，所以讲雷啊啦。哦，啊雷啊，几哪种腔，但是这个是会当接受的。有简单无？有简单无？是不是？咱已经开始啊！好，咱这边国加油快，咱甲1万块摕去无？是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是，我要问一下，电话啊，你上惊啥？
就加抓咩？加抓嘛吼，啦，是惊场春酒吧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虽然惊场，但是我会付钱叫阮场掠加抓。哦哟，真正的哦，真正啊一！只偌济？哦， 500。一只无一定，伊看伊心情的，伊若帮我掠就会讨，然后看我背包偌济就抽偌济安尼。是。好哦。不过吼，我看到内面的物件吼，我唔知影场啊会用无，会使用无。伊啥物拢会用的。哦，真正的。哎，不要紧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是约着啊吼，你就安尼吼，叫伊用这吼去替你掠加抓。这会当掠加抓哦。哦，我是惊场嘛，若用落去，你唔知影记载会条是，目睭看头前哦。是。嘿，来，咱台语帮看卖。差不多。来，会当查。这啥货啦？啥货啊？游泳衫。游泳衫800款啊，伊是倒一款？比基尼。啊，你就无想要游泳啊？不是，伊是想到起码若要穿这伊会倒大，你看伊的面。我另抓叫穿这上节目。碰到这题真歹势，伊的台语是咩样讲咧？来，咱台语帮看卖。差不多。来，会当查。差不多。啊，这啥货啦？哎，够一个哦。够一个。嘿，拢总有2个。嘿，啦。嘿，你别帮着啥。先，一人有2摆机会啊？什么？你有帮着啥？无可能是内撇啦。内撇啦是？你撇啊？游泳衫。哦。哎，我感觉真对。游泳衫若是佫讲另外一款。制作单位吼有交代啦，讲这种的你爱讲一个较细的范围。是。较细的范围。较细，佫较细。游泳衫800款啊，伊是倒一款？嘿。但是迄是英语呢。迄无台语呢。试看卖啊。比基尼。比基尼。啊，你就无想要游泳啊？不是，伊是想到起码若要穿这伊会倒大，你看伊的面，强要吐出来。无啦，我改做台语的。好，改做台语。3点式的。3点式。3点式的。袂歹哦。无咧比基尼的啦。不要紧，你搁想看卖，佫有啥货？ 3点式。好，来3点式。来，老师是不是3点式会当无？3点式伤过简单啦，你若要讲3点式后壁爱佫有字啦。哦，来，我有字。对嘛？你就拄来就假搞种啊！来，不要紧，咱竞赛有机会啊。啥货啦？喂，他做啥货？游泳衫。游泳衫。是不是啊？游泳衫。好，我来问老师哦。好，老师，游泳衫对不对？这个头一遍讲的同款啊。好，老师有提示啊。我知。啊，登记他做讲的。拄只老师我讲伤少，我就甲斗起来就好啊。3点式的游泳衫，就好斗起来啊。哎呦，需要遐尔麻烦。伊若要来讲是会当接受的。你搁讲一解。 3点式的游泳衫。老师，安尼会当无？安尼会当。我来想着骑马啦。伊拄只吼，伊讲比基尼吼，迄个假是毋对，迄个若要照字是比基尼啊。比基尼。嘿，啊，你若讲比基尼，我嘛会当接受啦，因为这毕竟是外国的物件嘛。哎来，咱若照伊，你讲比基尼，啊，你用台语罗马字落去写，我哪会当啦？对啊。啊，你若尾啊，伊讲这个，我哪会当接受你？你就讲游泳衫范围伤宽去，哦，啊，你啊，因为有的是。 连身的嘛，对不？啊，有个下骹佫有棍的啊，对啊。啊，伊这是较特别的，所以咱就爱去较讲较正确的。3点式，所以你讲3点式游泳衫，安尼就会当清楚啊。啊，无你讲比基尼还是讲比基尼，拢会当接受。摕登去上骑吗？有影要上哦。我另抓叫穿这上节目。好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嘞，我购物哦，换人。哦。 上尾啊一位啊，是，咱即摆已经2比2啊，比分哦，最恐怖的。哦，关键来啊，就是这题。这题要抢1万。好，好来，咱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。
请问，什么？王爷什么型？知影坚持，知影坚持，今日知影坚持，一万块，什么型？好，来，来，譬如，我刚刚哎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咱拢譬如，捌使用过，捌使用过，一定啊，嘿，使用，还佫有营养，嘿，你晓煮食无？有咧就，你晓煮食？系啊，哦，这个物件吼，讲真诶啦，即马咱就坦白讲啊啦，啊伊炒什么会上好食咧？哦，刷地牛吧，系啊，就即马已经甲提示真好我啊。刚刚是菇菜，哦，你韭菜哦，要约看卖无？菇菜，好，来，老师，韭菜对唔对？歹对，啊，来，伊有两种讲法，嘿，妹有妹你感觉什么？两种讲法，能种公法是葱葱，葱，你讲韭菜，你讲葱，嘿葱。葱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葱对唔对？嘛唔对，哎，愈来愈接近啊！什么？我忘掉，硬菜，硬菜。哦，是。好，老师，硬菜对唔对？精彩的健康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今日第3分咯。是。好，咱来听老师解说哦。来，老师。哎，这物件咱台语叫做硬菜啦。硬菜啦。哎，啊伊华语叫做空心菜啦。空心菜，因为伊中心是空空的啦吼，啊，一只。不过咱台语一般是拢讲，干那讲硬菜，较无人讲空心菜。空心菜就听起来唔是台语，硬菜这是台语啊。对啊。好，咱台语就是硬菜哦。好，来，真好，真好。来，咱请回。请回。来看一下分数。哦，真紧张，真紧张。是。哦。真紧张。是。这是唔是算边盘？算。哦。因为这边先摕2分嘛。是。好，来先看咱毕格。毕格今嘛有3分咯，恭喜！嘿，啊来咱错价咧。嘛无输哦，摕到2分，袂歹。哦，所以一班奖金是多位？一班今嘛互咱的毕格啦。不要紧，咱继续搁拍拼到第3回合。后一个回合足紧的会当搁平盘哦。是。好，今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我只会当讲，总算安静落来。差足久诶，因为啊，这集咧录足久啊咧。两队拢太活泼啦，不过咱即马真正爱较正经诶。较正经。因为啊，阮每一个回合拢足紧就会变盘。对啊。啊，咱答案就敢啥，就 A、B、C。是。嘿，有把握咱就当这试，若无把握咱就紧来甲风险拢分。对。好，准备好啊！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生活中若拄到歹代志，要鼓励人代志的苦尽甘来，会当用倒一句台语俗语咧 ？A. 好天嘛着爱接雨来娘 ；B. 乌手徛水牛 ；C. 有景耍势有风春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是讲咱生活当中啦，若拄到歹代志啦，要甲鼓励啦。苦尽甘来。是，也是讲台语搭一个俗语啦，吼。5、8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咱请答案。哦，你去 A。哦。安尼好。好，来，咱看咱 A、C、好，C 的 C，这边是 C。哎呦，all in 哦，all in 呢？你堂都咪讲分散风险，啊，是要干嘛？我饲无共啊。你去分散啊，你就是风险呐。哎，堂都讲要饲 A 嘛，要饲 B 呢？反正存一个年，我拢死啊！我甲你讲，阮这台船，你若落车加我轻呢。不要紧，咱闭嘴，不要紧，咱听丁辉也讲者，你是安那选 C？啊，无啦，伊这就真明显啊！伊讲迄落会苦尽甘来嘛，咱吼会经过冬天雪地嘛，啊，迄落冬天过就是春天啊，这就是苦尽甘来的这个迄落意思啊。哦，对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最明显的啊。啊，不过评委啊，你应该较知影这个道理吼。但是我嘛是讲选 C 呢。你嘛是选 C。对啊，啊经过冬天啊，春天才会来啊。好，来，咱这边问者，我问爸爸。爸爸。
艰苦过去了后，嘛是拢有一个人生的过程，所以伊嘛是同款有春天、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啊、冬天，所以我会选迄个诗。到底答案是 C 还是 A？ 我嘛唔知哦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 是哦，这个答案因拄则讲甲真清楚啊啦吼，寒天过，春天就会来啦吼。啊，咱人生嘛是共款啦，咱若讲有拄着艰苦的困难的所在，咱甲这个艰苦度过以后，迄个快乐幸福就会来啊。吼，所以苦尽就会甘来。啊，所以讲迄个才是正确答案。啊，剩咧两个哦，就讲一个是讲你平常时啊都要有准备啦，甲咱这个苦尽甘来无关系。啊，另外一个是。 迄个乌手徛水牛是讲一个身体较细汉的、较细粒子的查某人去娶一个真悬大的查某人，啊，咱就会讲迄是叫做乌手徛水牛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哎，袂歹袂歹，恭喜4位，恭喜5位哦。好来，咱搁继续哦。好来哟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种饮料是真正有伫咧台湾古早味的店卖凉水咧？ A 阿婆仔料 ，B 马水 ，C 头毛酒。好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哎呦，倒一种呢？是哪一种呢？阿婆仔料，还是讲是马水，还是头毛酒？好，来，4、3、2、1。好来，时间到。哦。哎呦，来哦。因拢有呢，伊嘛是拢有呢。对啊。 诶，来，惠叔，嘿，你试的是马水，马水，嘿，你知影啥货是马水？迄落马迄落老会寒，还是老会跳？老会跳。可能是安尼吧。你感觉就是马水的。因为拄拄评委讲，可能是黄黄的，迄个饮料可能是黄黄的，所以咱甲所有的可能拢算起来，我就选马水。是安那，评委你是安那 A？ 因为较早咧干嘛店咧卖，不是用一地一地用塑胶袋啊底嘛，啊用阿婆咧卖嘛。阿婆，你咧卖你的料啊？因为迄就是迄，敢若干妈水有无？干妈是干妈色。哎呀，迄个是当归茶。啊，干妈店拢阿婆。不是讲那个阿嬷放料拢迄个色安尼。哦。啊，可能有食B群啦。老师在笑，老师在笑。阿嬷喺笑，阿嬷喺皮大。笑我嘎嘎叫。我看到爸爸饲 B 的时阵。 爸爸，你是安那是？你捌听过无？马水，咱台语叫马水啊。马水。所以伊就甲翻叫个马水啦。哦。马水，要去甲马水嘛，以前较细啊，有冰仔水，有干嘛店有冰仔水，啊，我要头家娘，还是啥讲，我要甲你买水。是。哦。啊，迄个买水就是咱买那个甲你买。买水变马水安尼。走去尔。你有道理，爸爸讲的嘛是有道理。好来，囝婿甲爸爸共款，咱即马就来对调。啊对调啊。嗯。若是伊有写阿祖料，我嘛会选阿祖料，因为是古早味。古早味。哎，等者，是古早味，唔是老人味。是，所以讲你感觉古早味就是咱的阿婆仔料。阿婆仔料。哦，哎，嘛有道理啊。阮早就是因为阮共写一个古早味的店。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 这三个答案内面吼，其实后壁迄两个吼，拢是黑白变的啦吼，无影有迄个物件，啊，就是要来试定的吼，啊，但是恁因为唔知影正确答案，所以嘛有人去选啦吼。啊，这个阿婆就是正确答案，啊，因对咱讲的吼，迄个解说是错误的啦。哦，跟阿婆无关系。唔是讲阿婆咧卖啊，迄个看到敢若就，所以是阿婆就，无影遐恐怖啦。啊，伊叫做阿婆吼，主要是因为迄个水吼是有迄种苹果的气味。 哦，啊，苹果的英文叫做 apple， 啊，所以啥个叫做阿婆，啊，因为迄个色看到咱像人的酒，所以讲阿婆酒，啊是 apple 有迄个 apple 气味的水，哦，啊，迄个色嘛看到咱像黄色的吼，啊，所以嘿，就是苹果水啊，不过迄种啊，大家拢哪像咧讲笑个叫做阿婆酒，就是 apple 的
水啊，改叫做阿波肉啦。阿波肉，对啦，吼是阿波肉无阿波，太阳饼无太阳。哦，对。好，来继续哦，加油哦，两条哦，来请起后一题。后一题。好，来，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台语伫咧1810年开始就罗马尼来传承，啊，你敢知影拄啊开始是虾米人咧用咧 ？A. 海贼 B. 清朝的官员 C. 教会传教士。因为你甲海贼有什么关系吗？这题你问我就对。这个罗马的迄个字呢，其实就是迄个传教会，要教士来，要教因迄个要传教。禁古的时阵哦，迄咧教会的人哦，伫台湾哦，啊，我想讲伊有读书啊，所以我想讲应该是教会的人。哦，啊，两个拢是教会。哦。台语历史有影真久，罗马字是虾米人开始用的呢？好，来，0.10秒的时间。罗马字啊，加油哦！来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咱时间到。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哎呦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这边是 B 个是 CA， 这边嘛是 CA。我来问阮丁辉啊啦，因为你甲海贼有什么关系吗？这题你问我就对啊。是，来，你是毋是有演？阮的导演，毕哥的导演韦德胜，是，伊即马当咧拍台湾3部曲，内底都有讲到海贼的故事，内底嘛有做者传教士的故事。哦，这个罗马的迄个字呢，其实就是迄个传教会，要教士来，要教因迄个要传教，开始带入来。所以其实呢是这个。迄落 C 啦，为什么我会选 A 咧？是，因为我伫咧3部剧内底，我演海贼，所以我选 A。而家家己宣传一个啦，嘿。啊，宣传的气味较重无？对，正重。好，不要紧，你感觉 A 就是 A， 好，好来，咱评委，你感觉是 C 教会？我感觉是传教士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。对啦，应该是啦。来，妹妹，小薇。因为哦，迄禁古的时阵哦，迄咧教会的人哦，伫台湾哦，啊，我想讲伊有读书啊，所以伊会写一个书啊，写一个物件，所以我想讲应该是教会的人去啊，嘿啊，啊有人来到一个学啊，对无？对啊。你讲了真好呢，讲了真好。我是想讲安尼啦，所以我选 C。一个两个海贼嘛，吼啊两个拢是教会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 C。哦，这个西洋人吼，因来台湾的时，真侪人是为了要传教啦。啊，咱知影讲西洋因传的教就是基督教。啊，西洋人吼，因原来伫欧洲吼。因原来就是用罗马字咧写因的文字，不管你写的是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葡萄牙文，用的拢是 ABCD， 这拢叫做罗马字。哦，啊，因来台湾哦，因嘛是甲咱台湾，因为咱台湾过去在地人讲的话拢无文字，不管是原住民的话也好，客话也好，台湾话也好，拢无人会晓写，敢会晓讲尔。啊，因若要记录的是，因就利用因过去伫欧洲得用的罗马字，哦，啊来记录咱的语言，写出来就罗马字，所以因甲台湾的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拢会当用罗马字来写。哦，咱即马到即马搁留伫咱的文献内面哦，拢会当找得到，就是讲，咱台湾真侪原住民的话，拢用罗马字写。啊，所以因即个字上早是传教士因家己要学咱的话，先用这个写以后，再搁教咱的人用这个字来写咱家己的话。哦，所以这是传教士常用的。好，来上尾啊一题啊！哎，变2万块啊！周强无来请试一个后一题。来，咱第三个妹妹啊，甲咱名誉啊！好，来上尾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上早的人类史前文化，你敢知会当伫咧倒位看到咧 ？A. 台北的芝山岩 ，B. 台东的八仙洞 ，C. 台南的左镇。好，来0.10秒的时间，哦，到底是你台北、台东还是台南？哦，来，到底倒一台咧？来，加油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
是答案。确定吗？的确，我觉得。哦，这是选 A， 吼。然后咱这边嘛是选 A 的，那嘛是选 A。我个人感觉是台北芝山岩，因为较早咱有读过芝山文化，哦。这嘛是应该是较早的人的这个历史痕迹。伊讲是苏浙文化，苏浙文化对啊，苏浙文化，台东啦，八仙过海啊，八仙过海，更早呢，八仙乐园呢喂。啊，那咱这边妹妹嘛是感觉是你台北，为什么？我听阮老爸的话啊。爸爸啦。不过你若不爱听老爸话，你会感觉是倒位？因为迄石头哦，我感觉真久以前啦，所以我想讲是 A 啊，嘿啊。好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 其实这道题目真困难，是安怎？因为这三个点吼，拢是咱古早有留一寡遗迹落来的所在。无唔对。啊，但是你摆要讲的是讲上早。啊，那上早吼，咱这个台东的八仙洞是叫做长滨文化。啊，左镇嘛是有哦，左镇嘛是有古迹哦，芝山嘛有古迹哦。啊，问题是上早的是伫遮，啊嘛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咱即摆有一个苏建文化博物馆伫倒位？台东车站。伫台东对啦，啊，小咱伫台东，安尼大阪就足明显的，就是迄个是上早的，所以才会甲这个古石器时代的文化吼，咧长滨文化因留落来的遗迹，就是即摆。这个台东八仙洞遐，哦，咱唔再甲，咱的这个苏建文化博物馆起伫遐。好，啊，咱这个回合，分数悬的2万伫倒位，分数悬的伫倒位咧。即马吼，因为两边拢无人留落来，所以拢无嘛。2万块放在制作单位的落地啊。是，啊，不过咱阁有啊，咱阁有奖金啊。咱有存15000块。是，好来，咱比个就是个。伊的奖金即马15000块啦。好，15000块嘛是共款会当甲奖金摕倒转去哦。好，咱即马进来去咱的小记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哎呦，今日全家抢奖金咯！哦，咱即马比个的奖金偌济？即马奖金有15000块哦。15000块就是意思就是有几秒？15秒，一秒换1000。不过伊安尼无够。无够啦，咱搁送伊30秒好不好？再有45秒哦。45秒加油哦！好，来，麻烦替我排一排。来，排一排，摆伫咧。是啊，速度紧哦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好，囡仔先啦。来哦，咱请开始。半路，什么？一年换24个什么？好嘅，这个来，一面满饼，安怎？小米汤，面羹，啊，正确，来，丁西关的西，我记得讲来什么？卖花讲地方，卖地讲地方，卖花。什么啦？然后爸哦是讲你伫路的咧行路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啊，你想讲是老爸哦，结果唔是啦，啊，咱讲半路认着人拢，你是咧半路认老爸哦。啊，过来就一年换24个头家，你一年才12个月，啊，你换24个头家，表示讲你半个月就换头家，表示你头路拢食袂了，意思讲你做头路做袂成功啦吼。过来一面抹壁双面光，这种土水师傅咧抹壁的时，伊用迄个抹刀吼，甲迄个壁两面拢足金骨的，吼，伊抹好壁若抹好的时候。不但迄壁足骨的吼，足金的吼，啊伊迄个抹刀嘛共款啦吼。是。过来就是这句话是咧讲一个人真够讲话啦。啊伊若有两边吼，伊需要应付的时候，两边拢无得罪着，啊咱讲伊一面抹壁双面光安尼。是。好啊，顶司管下司，低头管本机，这是咧讲咱人伫社会哦，不管你伫什么组织，拢有顶司下司嘛，就是讲有主管啊有下面的人，啊所以讲迄拢是。一层管一层啦，吼顶面的管下面，下面佫管佫较下面的安尼，啊就顶司管下司，低头管本机。卖茶讲茶香，卖花讲花红，
你卖什么？你一定讲你卖物件好，咱卖过这个讲有甜无？一定甲你讲有甜，伊袂甲你讲也无啥甜，安尼就歪卖啊。所以卖物件人拢会学到家己卖物件好，啊，这是人的常情啦吼。人的常情，就讲人就本来卖什么就会讲学到啥物嘛，啊，这就是得用这句话来讲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晚看的奖金偌济？哦，因今晚还有剩16秒，所以还有15000块啦。好，咱今晚今日去颁奖。来，今日颁奖啊啦！哎呀，颁奖去看电影。你今日讲转这里啦。嘿，好来。12月1号，楼顶的招楼卡，阿爸招阿爸，全家大家拢来看，咱的电影必购。好，12月。好，咱今晚今日哦爱介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咱的罗光成罗老师到来咯。等一下。